如果原住民嘅土地權被承認嘅話，會唔會影響大溫哥華嘅樓市呢？上個禮拜又有一單新聞咧，係關於原住民嘅土地權。聯邦政府咧同馬斯琴族簽署咗一份協議，確保咗佢哋咧喺傳統土地上邊嘅原住民權利，包括土地嘅開發啦，同埋資源管理嘅。咁日後咧，佢哋會有更多決策嘅參與權啦。呢啲傳統嘅領土咧，包括大溫哥華一啲我哋成日聽到嘅城市名啦，好似溫哥華市啊、Burnaby 啊同埋 Richmond 等等嘅。對樓市有冇影響呢？短期嚟講咧，就暫時見唔到啦，因為私人業權仍然有效啦。咁銀行嘅貸款政策都冇改變，短期咧都見唔到樓市咧有好大嘅波動。長遠嚟講咧，我哋可能會見到幾個唔同嘅變化。大型嘅發展項目需要更加長嘅時間去同原住民去做諮詢啦。咁環境啊、文化等等嘅保護要求咧，更加要做足。同埋咧，會多咗私人發展商咧同原住民咧合作去發展一啲項目嘅。所以短期嚟講咧，其實對樓市嘅影響並唔大嘅。但係長線嚟講咧，其實成個發展嘅方向啊同埋規劃咧就會有所變動啦。